来看中国今仔办阅兵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，有20来个国家的元首、各国际组织领袖出席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、佮罗西亚总统普京、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三个人头一届做伙出席公开的活动。习近平嘛发表谈话，伊讲人类正在面对和平佮战争的选择。解放军等是中国上新的超音速武器，有核子能力的飞弹，佮有水下无人机。外界认为讲，习近平是透过展示军力，要来挑战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。放80声礼炮，大会正式起鼓。中国庆祝抗战胜利80周年，举行93阅兵，引起国际关注。有26个国家的元首、甲国际组织的头人受到邀请出席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因牵手彭丽媛亲身迎接。发展，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。罗西亚总统普京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暗暝做伙行去红地毯，甲习近平才有互动。三个人做伙去天安门的城楼，头一届公开讲台。习近平请中山装，俄政领导人毛泽东发表谈话，讲到中国坚持行和平发展的路线，讲世界面临和平甲战争、对话甲冲突的对立，都要加速建军。习近平谈话过程无讲到台湾，毋过强调会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、统一、甲领土完整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军队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统一、领土完整。了后，习近平去有挂红旗的车顶检阅部队，展因的军事实力。地面有各种的战车、驾车、无人机的部队，空中有占35运行的战机，头一届公开。不过，互国际上上界烦恼的是中国集中展示陆海空战略核武，包括惊雷1号、基隆3号、东风61导弹，展示强大核武。类似的这样子的威吓，这样的一个恐吓的作为，当然也可能被中共拿来运用，就是去减缓西方在台湾有事的时候去介入的时间、力道跟它的速度。中共的这个武力展示呢，严重的威胁第一岛链区域和平。他不告诉中国应该放弃这些武力威胁，反而去帮他我觉得是站下。学者观察，中国这届展示这的武器甲装备。反制台湾的无边防战略，也有威胁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。当中国阅兵这个敏感的时刻，有一只美国的公务船青沙出现伫咧台海，下过海峡中线，嘛引起众人的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